家好，喺2026年7月12號晚上7時08分，消防處接報喺西灣河荔灣大廈嘅一個單位發生咗一宗1級火警。是次火警，消防處一共派出咗12架消防車同2架救護車，分別作出滅火及救援嘅工作。事件中冇人受傷。經過初步調查，相信今次火警係同電器起火有關。有見及此，以下落嚟將會播放一段有關火警逃生嘅片段。當火警發生時，請大家保持冷靜，立即通知屋企內嘅所有人，並且帶備逃生3寶，咁就可以及時逃生。希望大家可以睇完呢段片之後，會提高警覺，避免相同嘅事件再次發生。咩味啊？咁大煙嘅？點算我啊？點算我？點算我？點算我？冷靜。點算我啊？靜啲嚟，你再唔冷靜啲，就乜都冇晒啦。喂，阿仔仲喺房喎。阿仔火咗，阿仔。吓？記住，首先要保持冷靜，而且逃走之前要通知埋屋企入邊嘅人，一齊逃生先至好離開。記住，出到屋出面安全地方盡快報警。喺火勢唔係咁大嘅時候，先評估下現場嘅環境同自己嘅能力，先好考慮去救火啊！逃生嘅時候記住攞逃生3寶，離開嘅時候記住關上大門。任何情況下，自身安全最重要。